我神，你坐在天上宝座，全地万物都屈膝，在你面前，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，天使都围绕着你，呼喊圣洁，你国度无极限，你作王到永远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，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。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远。我神，你慈爱无法测度，你同在使我归属，超越万物。我神，你是焚烧的烈火，你是我心所爱慕，我渴慕。你国度无极限，你作王到永远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，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。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远。向你倾倒我的赞美，向你倾倒我的爱慕，向你倾倒我的赞美，我倾倒我的爱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，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。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远。赞叹敬畏，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直到永远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11章18节到32节。18节，恁着将我的话记伫心内，存伫恁的意念，嘛着拍伫手做记号，拍伫头兄提起，顾着教示恁的行离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顶行，倒底还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着写伫厝的门骹，嘛着写伫城门，安尼恁甲恁的子孙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立誓赏赐恁的土地，久长徛起，亲像天地存在遐久。恁要切实遵行我所免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
上主就要伫恁的面前将遮的人民赶走，恁嘛要征服遮个比恁较强大的国。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拢要做恁的产业。对南面的旷野到北面的利巴伦，对东面的幼发拉底河到西面的地中海，拢要遮做恁的领土。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照伊对恁的应允，互恁踏过的地的子民拢惊恁、论恁。看咧，我今仔日就将祝福甲咒诅摆伫恁的面前。恁若遵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，就会得到祝福。恁若毋顺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偏离我今仔日所命令恁就行的道路，去捆对恁毋捌的生命，就会受咒诅。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占领遐的地时，恁就伫基利心山宣布祝福，伫伊帕罗山宣布咒诅。这两个山是伫约旦河西面日落的所在，就是伫迦南人徛起的阿拉帕地区，甲各家相对、乌根摩利相树的所在。恁特别过约旦河，入去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互恁最闪耀的地，伫遐徛起。恁就温坤遵行我今仔日颁布互恁一切的规律甲命令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抉择。经文是来自申命记11章18到32节。我们每一天一睁开眼，就开始面对各种选择，像早餐要吃什么，今天穿哪一套衣服，出门的时候要搭车还是骑车呢？这些日常的小决定，对我们来说应该都不困难。那这些结果可能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，但是有一些选择却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一生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今天这段经文是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语重心长的给他们做了最后的提醒。因为摩西知道，一旦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，真正的考验才会开始。不是缺乏的试炼，而是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这个试炼。那要如何做出人生的正确抉择？第一步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我们需要一个准确的导航系统，那就是把神的话存放在心里。经文第18节说到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。很多时候，像我们在主日礼拜听讲道，我们会做笔记，当下很感动，会将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说话或是提醒记下来。但如果这些话语最后只停留在这些笔记本里，没有真正的进到我们的心里，存放在心中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在经文，摩西接着说道，要把神的话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，更要写在门框或是城门上。这些不只是形式而已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要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行动里、思想里，或是说话里。更多的是，甚至出门、回家、工作、休息的每一个时刻，都要将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。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需要导航一样，我们在做人生的正确抉择，也需要这些属灵的导航。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，就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走对方向，做对抉择。接下来19到21节提到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
无论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，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摩西在这边特别强调信仰的家庭教育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我们的今天的抉择都正在塑造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孩子，或是我们家人明天的信仰。当我们在生活中坐在家里、走在路上、睡前起床时，都要常常感谢神，谈论神的恩典，更要用行动来活出信仰。那这样我们的下一代，或是我们属灵的下一代，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那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所以也更多的提醒我们，信仰不是只在教会发生而已，更是当我们离开教会这扇门，我们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更要活出上帝的形象跟榜样，来活出信仰的榜样，要将这些在家中被传承。这些就是在21节的应许中提到的，当我们这样行，我们和子孙的日子就能长久，祝福能世世代代的被延续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正确抉择的结果，在22到25节，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，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，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都必归你们，从旷野和黎巴嫩，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，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。这一段摩西提到了从神而来的应许，如果你们留意遵守这一切诫命，神必亲自赶出强大的国民，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。这也是一个在信仰中做出正确抉择后的祝福以及应许。顺服神就是蒙祝福和得胜的开端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压力很大，我们身旁的仇敌很强盛，或是有许多的挑战我们无法跨越，我们拼命想靠自己的能力去赶出这些生活中的问题，却忘了摩西所说的，应当专心爱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。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，将这些问题、这些挑战交托给神，神就会亲自为我们开路，为我们征战而得胜，使我们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应许还有祝福。这段经文最后26到32节提到2座山，一座是基利心山，蒙祝福的山，另一座是以巴路山，受咒诅的山。这2座山在地理位置上是相对的，中间隔着一道山谷。摩西用这个画面提醒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们，祝福与咒诅是同时并存，还有它只是一线之隔的，他们就在那里，两边都可以选择，看你们往哪里走。关键就在我们是否能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你愿意听从还是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他的建议呢？今天我们也要来问自己，我们是否愿意把神的话系在手上，戴在额上，也是否愿意在家庭当中谈论神的道，将应许延续给下一代，也是否愿意在面对难关时选择行他的道，专靠他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勇气与智慧，在每一个生命的抉择当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抉择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将生命之道陈明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在今天的圣经共读当中能够聆听到您的话语。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是在行路或是躺卧，都要将你的话语系在心上，戴在额上，
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、家庭中，以及我们今天，不论是我们是在课业里，或是我们的工作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在每一个抉择里，都能够活出顺服以及蒙福的智慧，好叫我们与子孙世世代代，我们所接触到的灵魂都能活在激励新山的祝福与应许里。谢谢神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献上赞美给你我主，我赞叹今